自后2025年1月13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圣洁甲无洁净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利未记13章第10到59节。上主对摩西甲阿伦讲：人的皮肤若肿，也是生癣，也是变色，可能变做麻风病，就甲伊带去祭司阿伦，也是阿伦的子孙中做祭司的遐。祭司就验迄个人皮肤的镜头，有镜头的所在，毛若已经变白，镜头侵入去肉内，这就是麻风病。祭司甲伊检查了，就宣布伊无清气。迄个人的皮肤若有白色的斑，看起来无侵入去肉内，伊的毛嘛无变白，祭司就将迄个人隔离7日。到第7日，祭司搁着甲伊检查，若镜头无摊开，祭司就搁甲伊隔离7日。到第7日，祭司搁着验伊，若镜头较消，无搁摊开，祭司就宣布伊清气，是癣若定，迄个人就洗家己的衫，就算做清气。毋过，伊互祭司验过，宣布清气了后，癣若摊开，伊就搁去互祭司检查。祭司甲伊检查，发现癣已经摊开，就着宣布伊无清气，是麻风。若人已经有麻风的镜头，就着带伊去祭司遐。祭司就甲伊检查，皮肤若有所在肿搁白白，毛嘛变白，伫肿的所在生新的肉，这就是慢性的麻风。祭司就宣布伊无清气，毋免搁甲伊隔离观察。麻风若摊开，祭司看袂到的所在拢摊开，祭司就甲伊详细检查，若发现伊全身的皮肤拢变白，就着宣布伊清气。伊的身躯若一个出现新的肉，伊就无清气。祭司若验到迄个人有新的肉，就宣布伊无清气，因为新的肉是无清气，是麻风。毋过，新的肉若复原变白，迄个人就来见祭司。祭司就甲伊检查，若发现感染的所在已经变白，祭司就着宣布迄个人做清气，迄个人就清气。人若生粒仔有医好，后来生粒仔的所在肿搁白白，也是变粉红仔色，就着互祭司验。祭司就甲伊检查，若发现镜头探入肉内，毛变白，祭司就宣布伊无清气，是麻风生伫粒仔内。祭司甲伊检查，若发现迄顶面的毛无变白，嘛无探入肉内，搁有较消，祭司就着甲伊隔离7日。祭司若发现病有伫皮肤摊开，祭司就宣布伊无清气，伊有治病。粉红色的斑若无摊开，是粒仔会热，祭司就着宣布伊清气。若人皮肤互火烧着，烧着的所在生新的肉，肉有变色，无论是白色带粉红色，也是全部白色。祭司就着甲伊检查，若发现变色的皮肤的毛变白，搁侵入去皮肤内，这是麻风伫火烧着的所在发起来，祭司就宣布伊无清气。祭司检查了，若变色的所在无白毛，
嘛无侵入去皮肤内，阁有较消，这时就着家己隔离观察7日。到第7日，这时阁着家己检查，若已经脱开，是滴着麻风，这时就着宣布伊无清气。白色的斑若还伫原来的所在，无脱开，阁有较消，是互火烧着肿起来的，不过是火烧着会热，这时就宣布伊清气。无论男女，若伫头壳也是下骸有滴镜头，这时就家己检查，镜头若侵入去肉内，迄位的门较黄较细，这时就宣布伊无清气，这是癬，就是头壳也是下骸的麻风。这时检查迄个癬，若无侵入去肉内，迄所在嘛无乌下头毛，也是喙鬚，这时就甲迄个人隔离观察7日。到第7日，这时阁着检查镜头，癬若无脱开，迄个所在无黄色的头毛，也是喙鬚，癬阁无侵入去肉内。迄个人着剃头毛，也是喙鬚，毋过毋通剃着癬。这时就阁甲伊隔离7日。到第7日，这时就阁检查迄个癬，若无脱开，嘛无侵入去肉内，这时就着宣布伊清气。迄人着洗家己的衫，伊就清气。毋过伊清气以后，癬若脱开，这时就阁甲伊检查，癬若已经脱开，毋免阁找黄的头毛也是喙鬚，因为迄个人已经无清气。照这时的观察，癬若无脱开，迄所在有发乌的头毛也是喙鬚，癬已经好，迄个人是清气的，这时就着宣布伊做清气。无论男女，皮肤若起白斑，这时就家己检查，白斑若是火肤色，这是白着迄个人是清气的。若有人甩头毛，无论是秃头还是秃额，也是清气。秃头还是秃额的所在，若出现粉红色，是麻风生伫头壳。这时就家己检查，若发现伊的头壳无毛的所在出现粉红色，搁肿肿，甲麻风的镜头同款，迄人就是得着麻风是无清气。这时就宣布伊无清气，伊的镜头生伫头壳。得着麻风的人，衫着拆裂，头毛着拍散，黄喙发讲，无清气，无清气。伊的身躯若还有镜头，伊就是无清气。既然无清气，伊就伫野外家己带。衫若生菇，无论是羊毛赤的，还是麻纱织的，还是皮甲用皮做的物件，若生青色还是红色的菇，就互做实验。这时就家己检查，将生菇的物件另外收藏7日。到第7日，这时就搁家己检查，菇若伫这的物件脱开，是生恶性的菇，拢是无清气。遐个生菇的衫，无论是羊毛、赤的、麻纱织的、皮做的，还是用皮做的物件，拢着烧掉。这是恶性的菇，一定着用火烧掉。这时搁家己检查，菇若无伫羊毛赤的衫、麻纱织的衫、皮做的衫，还是
伫用皮做的物件摊开，这时着吩咐人洗遐个生菇的物件，搁甲因分开收藏7日。生菇的所在洗了后，这时着搁甲伊检查，若生菇的所在色无变，虽然无摊开，遐个油源无清去，无论恶性的菇生伫内面还是外面，规物件拢着用火烧掉。毋过洗了后，这时甲伊检查，若色有较浅，这时着将生菇的所在对衫，无论是羊毛、赤的，还是麻丝织的，还是皮做的，甲拆起来。若衫也有菇，无论是织的、赤的，还是皮做的物件，着用火烧遐个生菇的物件。你洗过的衫，无论是织的，还是赤的，还是皮做的物件，若菇已经无去，搁着再洗就清气。以上是有关用羊毛、赤还是麻纱织的衫，还是用皮做的物件生菇的条例，用来判断清气还是无清气。性格甲无洁净。过去台湾受限伫医疗资源不足，甲对麻风病，也就是汉生病的无了解，就亲像圣经所讲，对病患的处置，较侪是采用强制隔离政策。1930年，台湾总督府陆生院成立汉生病患就由官方强制安置，集中管理，搁限制进出。按传染病防治的角度来看，隔离确实有伊的必要性，以免疫情疫病扩散。总是用外在特征认定受隔离者，搁要求伊主动公开宣告无洁净，却是值得讨论的做法。安尼的隔离制度所带来的焦虑和伤害是不容轻忽的。就算圣经中描述生麻风病是宗教礼仪上的无洁净，也毋是因为有罪，但是病患却常常因为礼仪上的禁忌受到羞辱。无洁净的人需要被隔离，而且无法度去会幕敬拜全然圣洁的上帝。意思是，伊将完全甲圣洁的上帝隔绝。同时，伫野外被隔离的人，除了严重的皮肤病患者以外，也有罪犯和无洁净的人，所以受逼住踮野外，通讲是一件互人感觉见笑的事。也莫怪经文中迄患病的人要拆离衫、三头毛来表达哀伤和绝望，因为伊亲像亚当犯罪受赶出路园一样，受赶出野外，甲上帝全然隔离，诚侪活死人。这对以宗教为生活中心的以色列人来讲，通讲是十分严重的惩罚，因为毋但甲圣洁的上帝隔绝，也甲紧密相连的社群隔离。总是无洁净的人，爱安怎才会当得到洁净呢？伫旧约时期，只有透过祭司的检查，确认洁净了后，搁献上洁净礼，才会当重回群体生活。当时的祭司因为拥有关系洁净的财物，甲宗教祭祀的权柄，对表面来看，若像检记牧者和医生的相邻角色，但实际上伊并无医治
也是互人圣洁的能力。经文表面上是谈论外在无洁净的疾病，实际上常时论到人的内在和灵性的无洁净。其中所要强调的是，人的整个生命需要拯救，安尼的拯救只有借着上帝囝儿耶稣基督才会当实现。圣经常常用具有传染性的毛病来代表罪，因为罪也会传染，导予人伤害，搁予人甲上帝、甲亲友隔绝。所以对这个特性来讲，罪可比会伤害灵性和人际关系的超级病毒。实际上，毋管是罪恶也是疾病所造成的灵性和身体的无洁净，拢会甲人隔绝起来。外在的疾病实际上也影响内在的灵性，因为安尼，当耶稣医治人的时阵，毋简单医治人的身躯，也会医治受伤扭曲的心灵，互无洁净的人会当重新倒转来上帝面前来敬拜伊、侍奉伊。安尼讲起来，安怎互人对疾病、互人甲上帝隔绝的错觉中醒悟，也是医治的重要一环。默想，家己内在是毋是有一寡稳重的罪恶感，也是见笑，互家己感觉甲上帝自爱隔绝？家己的内在是毋是有一寡稳重的罪恶感，也是见笑，互家己感觉甲上帝自爱隔绝？咱来祈祷，恳求主的神时时甲我同在，帮助我用更较正确的态度来面对疾病，要掠疾病做罪恶的必然，先开放的心领受基督的救恩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所有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